喜發財。17要，可唔可以？要。繼續9整繼續。大嘅。好。要靚細嘅9。喂！要再細嘅。再要。喂，五龍咧有。要一隻細嘅。收咗啦嚇，使咗呢隻咩？買啲6、7、5、6啊，嗰啲咁嘅嘢做乜嘢咧？做咩頭先啊？即係佢嗰啲錢嚟㗎嘛，係咪？係啊，喂，我影咗好啊，好影咗好啊。Hello。擺得恭喜發財，大牌喎！哇！係咪播上你上網㗎？係，最上鏡個係你啊！贏定輸啊？我打和。打和咪即係輸。我打和。輸少當贏啦，咩打和？睇進步俾個老婆啊嘛！係唔係啦？識做。都要話啊！大佬真係一望無非事嘅啫。Vincent 哥哥，新年快樂！新年快樂！馬到精神，龍馬精神。多謝。好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啊！新年快樂！龍馬精神。好啊 ，friend 係。最好啦，最好啦，最好啦！嚇，新年快樂啊！係啊，係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哦，他这是这样的。啊？这个圆最里面，对不对？你自己看一下。应该干净。我哋 LV alumni 預祝各位同學，可愛嘅同學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同埋你嘅 family。我係 Richard Yin，1969年。恭喜大家身體健康，馬年快樂，馬年進步。我係 Rita。Hello， 我係 Annie Yan， 祝大家馬年新年快樂啦，身體健康啦。唔係最緊要身體健康，可以大家一齊去玩，一齊食嘢。Hello， 各位，我係殷新龍 James Yan。恭祝大家咧就龍馬精神，馬年咧行好運，越揾越多，越嚟越開心。Hi， 我係陳志賢 David Mutto， 1969年，新年快樂，馬年，財運亨通。Hello， 我係 Ed Shamdas， 68年嘅，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馬到功成，心想如意。林宇謙 Charles Lun 係74年嘅，祝大家馬年行好運，事事如意，身體健康。飲杯！我係 Brandon Chuan 71年，恭大家馬年行好運，祝龍嗰啲係龍馬精神，大家一齊揾錢，身體最緊要更健康。Hello， 我係 Jenny， 我係佢嘅煮飯婆，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恭喜發財。Hello， 我係阿 May，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馬年發大財，最緊要行得飲得食得。我係 Johnny Poon，1968年，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73年 Kevin Chan 陳群，新年快樂。69年 Edwin Chang， 新年快樂，馬年個個成功。靚仔哥哥，大家靚仔靚女，開開心心，大家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我係伍子啊，69年。我係 Vincent 龍子健，81年中五畢業嘅。今年係馬年，祝各位龍馬精神，各路英雄，Raimondi 嘅英雄，龍馬精神。71年 Gerald Wong， 恭喜發財。84年 Kenny Chan，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Frank Ma， 佢話我係6，冇咁急住，佢話我6幾年喎，就整住係7幾，都唔知係9幾啊，因為唔知嘅。個個身壯力健，身體健康。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姜子拉披露，新年快樂，新年健康。新年快樂啊！係啊！龍馬精神。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身體健康。馬到功成。